做學生嘅總會為着應付考試而去勞碌用功。我哋都會諗過點解要有考試呢？喺面對考試嘅時候，心情總係複雜同埋緊張。但係唯有藉住通過考試，先至能夠察驗我哋對知識嘅認知，可以知道我哋學咗幾多個嘢，真實有幾多個智慧係我哋能夠吸收到嘅。喺信仰上面，全知全能嘅上帝其實唔需要藉住任何嘅試驗去辨明人嘅內心，因為我哋信心嘅光景喺上帝嘅面前已經係赤露敞開嘅。但係藉住唔同嘅事情，係讓人自己深深刻刻嘅體會到上帝喺人自己嘅心裏面係點樣真實嘅存在，係我哋喺信心當中嘅憑據。當我哋今日打開創世記第22章，呢個可以話係聖經當中最出名嘅故事。無論係信主嘅人或者唔相信上帝嘅人，聽到呢段故事嘅時候，都總係會有好多嘅疑問。點解上帝會容讓呢啲事情發生？有個咁樣嘅吩咐擺喺亞伯拉罕嘅身上呢？點解上帝既然賜咗兒子俾亞伯拉罕，又要叫佢將兒子獻在壇上呢？究竟呢件事係點樣發生？而喺故事嘅情節裏面，我哋又可以點樣留意到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佢對上帝嗰份真實真誠嘅信靠？創世記第22章第1節，我哋一齊讀啦。這些事以後，上帝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上帝說：你帶着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驢，帶着2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裏來。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裏拿着火與刀。於是2人同行。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啊！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裏。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呢？亞伯拉罕說：我兒，上帝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2人同行。他們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耶和華的使者第2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着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於是亞伯拉罕回到他僕人那裏，他們一同起身往別是巴去。
亞伯拉罕就住在別是巴。我哋讀到呢一度先。我哋啱啱讀完嘅係聖經裏面經典嘅故事情節。上帝呼叫亞伯拉罕，呢度講明係一個嘅試驗。上帝要試驗亞伯拉罕，於是呢就呼叫佢，亞伯拉罕啊！我哋會問啦，點解全能全知嘅上帝佢要藉着試驗先至知道亞伯拉罕嘅心呢？其實全知全能嘅上帝根本唔需要藉着試驗去睇見人嘅內心，佢根本就已經知道。但係通過呢次嘅試驗呢，我哋能夠明白到三樣嘅事情。第一樣，亞伯拉罕呢，佢對上帝有確實嘅信心，佢知道呢，上帝已經應許賜下祝福。從佢以前冇兒子嘅經歷，佢去諗到自己要點樣用佢嘅自己嘅方法，同佢嘅妾侍夏甲生咗個兒子以實瑪利。但上帝話嗰個唔係你嘅兒子，要係同撒拉所生嘅先係佢嘅兒子。藉着咁樣先至會令到佢有後代，而真正屬於佢嘅後代先至會承受到上帝嘅應許。所以亞伯拉罕知道，就算上帝要佢做啲乜嘢事情都好，事情會成就啦。藉住過去嘅經歷，亞伯拉罕嘅信心真實嘅被建立出嚟，佢對上帝有確實嘅信心。而第二方面啦，喺呢件事情上邊，我哋睇到亞伯拉罕呢，佢冇愛佢嘅兒子過於愛上帝，佢冇質疑到上帝嘅決定。點解你賜咗個仔俾我，又要我獻上呢？亞伯拉罕冇任何嘅疑問。當上帝嘅吩咐臨到呼叫佢嘅時候，我哋會睇見亞伯拉罕佢嘅回應，四個字：我在這裏。當上帝第一次呼叫亞伯拉罕，準備去試驗佢嘅時候，亞伯拉罕嘅回應就係我在這裏，我喺呢一度。呢句說話係充滿住對上帝嗰種嘅警覺，對發生緊嘅事情，佢正在處於一個警醒嘅狀態。喺我哋嘅人生都係一樣，要經常去保持住清醒嘅狀態。如果喺迷迷糊糊嘅當中，我哋好容易會錯過咗上帝一啲嘅作為。喺迷糊嘅裏面，我哋冇辦法聽到上帝嘅聲音，甚至乎如果有事情上帝係需要使用我哋嘅話，但係我哋處於迷糊嘅狀態，我哋根本冇辦法為上帝去工作，冇辦法去侍奉佢。所以喺亞伯拉罕嘅身上，俾我哋睇見一個人佢保持嘅清醒係幾咁重要。佢經常嘅去警醒喺佢身邊發生嘅事，同佢講說話嘅人講咗啲乜嘢。於是上帝就吩咐佢啦，帶住你個仔，就係你獨生嘅仔，你所愛嘅以撒，要往摩利亞地去，喺上帝指示佢嘅山上，要將佢獻為燔祭。上帝呢一個吩咐，呢個指示非常之清楚，可以話呢，好似係啲律師喺法庭上邊做一個申辯嘅時候一啲嘅言辭，將確實嘅人講明俾佢聽，係你個仔，係你獨生嗰個，你唔好諗住呢係以實瑪利亞，係你所愛嘅以撒。去摩利亞地做啲乜嘢呢？去上帝指示你嘅山上邊，將佢以撒獻為燔祭。燔祭顧名思義就係用火將嗰啲嘅祭牲完全嘅燒盡，奉獻晒俾上帝，完完全全嘅奉獻。亞伯拉罕聽到呢件事之後，佢冇質疑到上帝，冇問上帝點解，而喺第二日清早，佢就即刻起身，帶住兩個僕人，帶上驢同埋佢嘅仔以撒。準備咗嗰啲劈好嘅柴，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佢嘅地方啦。行到第三日，亞伯拉罕遠遠舉目嘅睇見嗰個就係上帝指示佢要獻燔祭嘅山。咁於是呢，佢就將僕人留低喺嗰度，將驢留低喺嗰度。亞伯拉罕帶住以撒，自己攞住火同埋刀，二人同行嘅去上帝指示嘅地方。行行下，以撒就問佢父親亞伯拉罕啦。父親啊，然後亞伯拉罕嘅回應：我兒，我在這裏。同樣嘅說話，同樣嘅言辭，亞伯拉罕喺一個非常之警醒嘅狀態之下。當佢嘅仔呼叫佢嘅時候，佢以同樣嘅方式去回應：我在這裏，我喺呢一度，我聽到，我知道。我哋可以睇見亞伯拉罕嗰種嘅謹慎，嗰種嘅警醒，佢心裏面一定係好忐忑嘅。佢唔知道上帝會做啲乜嘢事情，但係當以撒問佢嘅時候，話火同柴都有啦，但係獻燔祭嘅羊羔喺邊度呢？亞伯拉罕就回答：我兒，上帝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其實燔祭嘅羊羔，上帝早已經講明俾亞伯拉罕知道，
就係佢嘅兒子以撒。但係亞伯拉罕冇辦法同佢嘅仔去講明呢一切，但係佢嘅回應充滿着信心，就係講明上帝必會自己預備。當時以撒嘅年紀呢，其實都應該唔細嘅，佢可以孭住嗰啲嘅柴上去，可能呢都係一個10幾歲嘅年青人，甚至乎係20歲都唔定。所以呢，以撒係絕對有能力去反抗嘅，因為亞伯拉罕已經係一個過百歲嘅老人。但係喺呢件事情上邊呢，亞伯拉罕繼續指示佢嘅兒子唔需要擔心。於是二人同行，佢哋去到上帝所指示嘅地方，亞伯拉罕就喺嗰度築壇，將啲柴擺好，捆綁咗佢個仔以撒，放喺壇嘅柴上。我哋冇辦法想象究竟點樣做到，點樣將一個年青人綁喺個祭壇上邊，綁喺啲柴上邊。因為成個燔祭嘅工序，以撒係完全明白㗎，佢完全知道，如果綁佢喺嗰度嘅話，即係話將會點火殺咗佢。但係亞伯拉罕就照樣嘅做足呢一切，而以撒亦都係順命嘅順服於佢嘅父親。當亞伯拉罕綁好咗以撒之後，佢就伸手拿刀，準備要殺佢個仔。就喺呢一刻，好似一個電影嘅場景一樣，刀下留人啊！上帝嘅使者就喺天上呼叫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話：我在這裏。亞伯拉罕嘅回應喺千鈞一髮嘅時刻，喺佢心力交瘁嘅沉重之下，佢仍然嘅聽到上帝使者嘅呼喚，佢仍然嘅係以一個警醒莊嚴嘅形式去回應：我在這裏。今日當我哋面對人生困難嘅時候，我哋常會問上帝啊，你喺邊度？上帝啊，你睇唔見咩？呢啲患難嘅事情臨到我，你唔知咩？但係藉着呢一個嘅故事，更加俾我哋能夠睇見，上帝一切都知道，佢一切都看顧。但唯獨是我哋點樣去面對呢？我哋係咪可以好似亞伯拉罕一樣，主啊，既然處境係咁樣，我仍然在這裏，我仍然信靠你，相信你為我哋預備。喺最後嘅時刻，天使就呼叫亞伯拉罕，同佢講：你唔可以傷害你嘅孩子，唔可以落手。而家我知道你係敬畏上帝噶，因為你冇將你嘅兒子，就係你獨生嘅兒子留下不給我。亞伯拉罕喺呢個時候，突然間佢望見得到有一隻公羊，兩隻角扣咗喺個小樹嘅叢中，於是佢就攞咗嗰隻公羊嚟獻為燔祭，代替咗佢嘅兒子，並且亞伯拉罕就為嗰個地方起名叫做耶和華以勒，因為在耶和華嘅山上必有預備。呢一個係亞伯拉罕嘅信心。佢帶佢兒子上山嘅時候，兒子問佢疑惑嘅時候，亞伯拉罕話：上帝會自己預備。嚟到山上，上帝確實係有預備。耶和華嘅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同佢講：你既然行咗呢件事，冇留低你個兒子，就係你獨生嘅兒子，上帝就指住自己起誓：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嘅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嘅星、海邊嘅沙。你子孫必得着仇敵嘅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藉着試驗，我哋第三方面能夠從亞伯拉罕身上可以看見嘅，就係佢得到咗上帝嘅稱讚、尊貴同埋榮耀，因為佢嘅信心係經得起考驗，佢深信上帝會帶領，縱使冇咗呢個兒子，上帝嘅應許仍然會存在，所以佢唔怕。佢願意為上帝嘅緣故接受上帝嘅吩咐，捨棄佢呢一個獨生嘅兒子，佢所愛嘅以撒。藉住今次嘅試驗，亞伯拉罕嘅信心真正得到咗成長，真正得到咗益處。我哋自己喺上帝面前嘅信心又係點樣樣？經歷災難痛苦，究竟係讓我哋更加親近上帝，學習去相信佢，信服於上帝嘅帶領同管教？定還是喺唔順境、唔如意嘅情況之下，我哋會質疑上帝嘅決定，埋怨上帝點解唔按住我哋嘅心意去行事呢？創世記第22章嘅後半部分，第20節開始講到拿鶴嘅後代係一個家族嘅名單，
第20節，我哋一齊讀啦。這事以後，有人告訴亞伯拉罕說：密迦給你兄弟拿鶴生了幾個兒子，長子是烏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亞蘭的父親基姆利，並基薛、哈瑣、必達、益拉、比土利。比土利生利百加。這8個人都是密迦給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生的。拿鶴的妾名叫流瑪，生了提巴、加含、他轄和瑪迦。我哋讀到呢一度，喺呢一部分加入拿鶴嘅後代呢，係因為拿鶴嘅家族呢同以撒、雅各等人嘅血統有關，就係亞伯拉罕嘅後代，佢嘅兒子以撒同以撒嘅兒子雅各，佢哋係息息相關。比土利呢就成為咗呢一段嘅中心啦，因為喺比土利後邊呢有一個括號括住，佢呢就係生咗利百加，而利百加呢就係以撒將會有嘅妻子。以撒娶妻嘅故事呢就記載咗喺創世記嘅下一個嘅部分。而利百加嘅兄長拉班呢，佢嘅女兒拉結同利亞呢就要成為咗雅各嘅妻子，所以拿鶴嘅家族同亞伯拉罕嘅家族呢係有密切嘅關係。同創世記嘅事情、聖經嘅發展係有住一個非常重要嘅關係。接住落嚟，我哋會睇到創世記嘅第23章，就係撒拉嘅離世，亞伯拉罕就為佢預備一笪嘅地方，成為佢嘅墳地。呢一部分呢，可以話係聖經裏面呢非常非常罕有嘅，去記載咗一個女士嘅年歲。可以話撒拉呢係唯一一個人。23章第1節。我哋一齊讀啦。撒拉享壽127歲，這是撒拉一生的歲數。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倫。亞伯拉罕為他哀慟哭號。後來亞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對客人說：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們在這裏給我一塊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客人回答亞伯拉罕說：我主請聽。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我們沒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亞伯拉罕就起來，向那地的客人下拜，對他們說：你們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請聽我的話，為我求瑣轄的兒子以弗倫，把田頭上那麥比拉洞給我，他可以按着足價賣給我，作我在你們中間的墳地。當時以弗倫正坐在客人中間，於是客人以弗倫在城門出入的客人面前對亞伯拉罕說：不然，我主請停，我送給你這塊田，連田間的洞也送給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給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亞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們面前對以弗倫說：你若應允，請聽我的話。我要把田價給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裏埋葬我的死人。以弗倫回答亞伯拉罕說：我主請停，值400舍客勒銀子的一塊田，在你我中間還算什麼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亞伯拉罕聽從了以弗倫，照着他在客人面前所說的話，把買賣通用的銀子平了400舍客勒給以弗倫。於是麥比拉、萬尼前、以弗倫的那塊田和其中的洞，並田間四圍的樹木，都定準歸於亞伯拉罕，乃是他在客人面前並城門出入口的人面前買妥的。此後，亞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萬尼前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裏。從此，那塊田和田間的洞就藉着客人定準歸於亞伯拉罕作墳地。我讀到呢一度。創世記第23章描述咗撒拉嘅死，並且呢亞伯拉罕去為佢購買墓地埋葬嘅事情。撒拉享年呢係127歲，佢離世嘅時候就係大概呢係佢同亞伯拉罕離開吾珥嘅62年之後，以撒出生之後嘅第37年。撒拉係比亞伯拉罕早38年去世，而佢嘅一生呢係跟從住亞伯拉罕過寄居嘅生活。喺聖經當中呢，佢係唯一一個記錄咗年歲嘅女子。亞伯拉罕離開咗吾珥之後，一直漂流異地。雖然上帝有應許過佢會喺迦南地生活，但係啦，佢就算係居於迦南地嘅時候，都係以外人嘅身份寄居。
所以當我哋睇見以上嘅一番嘅對話，佢點樣從客人嘅手中，本來人哋話送俾佢嘅地，佢結果呢都願意花錢去買，而呢一塊地就成為咗亞伯拉罕家族嘅一個嘅墳地，一個名正言順嘅墳地，直到以後嘅日子，佢哋一家人都繼續使用。上帝喺亞伯拉罕身上嘅應許，喺佢嘅人生裏面，其實佢唔係見到非常多嘅事情成就。縱使上帝已經一再表明佢會將大福賜俾亞伯拉罕，佢嘅後裔多如天上嘅星同埋地上嘅沙，但係呢，亞伯拉罕其實佢係一路做緊客旅，寄居喺呢個世上。第一塊真正係屬於佢自己嘅土地，竟然係佢妻子嘅墳地。信心之父嘅故事其實真係充滿住信心。點解後世嘅人會稱亞伯拉罕係信心之父？係因着佢通過唔同嘅考驗，以及佢對上帝嘅信靠，在世上只係作一個寄居嘅人，而佢對上帝嘅應許就係藉住各樣大大小小嘅事情，我哋能夠睇見佢係完全嘅相信並且信服。求主幫助我哋，同樣喺未看見之時，我哋首先選擇相信上帝。遇上困難患難嘅時刻，我哋仍然相信。我哋低頭祈禱。親愛主，我哋能唔能夠好似亞伯拉罕一樣，經常嘅去警醒謹守？當你嘅說話呼喚我哋嘅時候，當你嘅吩咐臨到嘅時刻，當我哋喺聖經裏面去睇見上帝你嘅帶領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同樣嘅去講出，主啊，我在這裏。我哋能唔能夠經常嘅讓自己保持喺清醒嘅狀態之下，我哋去睇見上帝你嘅作為，而唔失落我哋嘅信心。喺人生裏面，我哋都會遇到唔同嘅患難困苦。我哋見到世上嘅苦難，我哋好心悒。我哋見到人喺悲傷絕望嘅困境裏面嘅時候，我哋常會去鼓勵人要對你有信心。但係當真正嘅患難試驗臨到我哋嘅時候，我哋亦都難保我哋會失落我哋嘅信心。懇求主你幫助我哋，要對主你有堅定嘅信靠，深信上帝你嘅手中一切係最好，你所應許嘅必定會成就。喺患難嘅裏面，我哋從你得着平安；喺困苦嘅裏面，你數算我哋嘅眼淚；喺無助嘅時刻，你係讓呼求你嘅人得到幫助，嗰一個充滿憐憫嘅救主。主啊，我哋要依靠你，求你紀念我哋。我哋咁樣同心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